大家好，我係 Peace 平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今日新聞真係好多啦，中美貿易戰又有新進展，美國方面似乎開始軟化態度，關稅暫緩90日，又幫企業設定咗新嘅節點日子，宏觀數據肯定會有重大影響。另外呢，今日有一個唔可以忽視嘅數據，美國製造業 ISM PMI 出爐，等我哋一陣詳細講解。仲有重磅嘅消息啦，亞馬遜同 Apple 出咗財報，兩隻巨頭盤後雙雙跌落嚟。咁究竟係服務收入唔掂，定係因為特朗普啲關稅政策？等我哋逐樣拆解。其實呢，今日呢，本來仲想講埋 Tesla 呢同 Google 兩單新聞啊。Tesla 呢傳出呢董事會揾緊人呢代替馬斯克，公司呢就好快否認嘅。而 Google 呢就試圖保住佢嘅商業模式，喺 AI Chatbot 入邊加廣告。不過呢，時間有限啦，如果條片 like 超過3000呢，我聽日再拍條續集俾大家。講翻今日市況啦，美股三大指數高開啊，仲受住 Meta 同 Microsoft 財報影響啊，納指升咗1.52%，標普500升咗0.63%，整體市場氣氛呢幾樂觀啊。板塊方面啦，7個板塊上升，科技股最勁，升咗2.21%，通訊服務升咗1.55%，不過能源股領跌，跌咗接近2.8%。而家講翻中美貿易戰新動態，根據彭博報道，特朗普政府似乎主動向中國示好，想透過多個渠道同中國展開關稅談判。佢哋引用咗中央電視台旗下微博賬號旭淵談天，講美國已經向中國遞出橄欖枝。特朗普之前成日話習主席要先打電話俾佢先肯談，不過中國一直冇理佢，甚至旭淵談天回應話，如果美國冇實質讓步就唔需要傾。咁而家睇翻呢，美國呢似乎真係比較急，消費者開始承受關稅成本啊，貨櫃運輸冷清啊，特朗普成日講話已經有接觸啦，可能都係因為壓力大。日本同韓國都唔係太買賬啦，日本首相石破茂明確講唔會為美國效命啊，韓國就話6月總統選舉前都唔會有協議。中國方面雖然講到唔急，但係其實都留咗條尾巴，話如果美國要傾，佢哋都唔抗拒。經濟數據方面，中國4月工廠活動降幅創咗2023年以嚟最大，出口訂單都跌得好犀利，可以話雙方都有壓力，只係睇下邊個先撐唔住。講真，特朗普上任100日內，民眾可能仲有耐性，但係呢個耐性係會用完嘅。尋日公布美國 GDP 下滑，正正就係關稅引起，但係特朗普就將責任推俾拜登。市場短期內會受中美談判消息波動，但係投資上我哋應該集中睇有確定性嘅信號。講咗90日暫緩，其實就等於俾企業定咗一個生死線啦。7月9號如果冇結果呢，就會正式落地。好多企業已經提前搶運貨，好似 Christmas House， 原本7月底先進貨，依家提早到6月2號，從德國訂咗2萬個聖誕球、燈飾等，老闆都話真係冇信心趕得切。而家最困擾企業嘅係個截止日到底係計離港定到港？如果係到港，咁樣時間真係得返1個月，咁樣反而搞到美國3月貿易逆差飆升到1620億美金，創歷史新高。歐洲亞洲嘅製造商都因為搶運潮賺咗一筆。歐元區第一季經濟升1.4%，台灣升9.7%，越南出口更加升得誇張。不過呢啲搶運潮呢都係短期紅利。世貿預測2025年全球貿易量會縮水0.2%，對比舊年升緊2.9%呢，明顯悲觀。咁而家講翻宏觀數據啦，4月 ISM 製造業PMI 呢就報48.7，高過預期48.1，但係低過3月嘅49.0。咁新訂單呢升到47.2嘅，就業指數呢升到46.5，兩者呢都仍然處於收縮區間啊。生產指數跌到44.0，而支付價格升到69.8，企業普遍反映關稅壓力好大，利潤被侵蝕，仲有裁員壓力。整體嚟講，呢份數據唔算好，但起碼比預期好少少。最值得留意嘅係企業利潤持續下滑，呢樣會直接影響裁員同營運。至於初領失業金人數呢，就爭啲，報24萬1，高過預期22萬5。續領失業金人數呢，去到190萬6，都高過預期186萬，算係一個警號。雖然呢唔好太快下結論，但如果失業數據持續升，經濟前景就要重新評估。Apple 財報方面呢，營收954億美金，升咗5%，EPS 每股盈利呢1.6毫5，都高過預期嘅。iPhone 營收468億，
Mac 同 iPad 都有唔錯增長，不過可穿戴裝置營收跌咗5%，服務營收只升11.65%，唔算驚喜。毛利率只係得41.7%，遠低過預期。呢個可以話係關稅影響最明顯嘅一環啦。Tim Cook 話啦，一半美國賣嘅 iPhone 係印度生產，其他產品多數喺越南。聽落似係應對關稅策略，但係其實亦都反映咗，仲有一半 iPhone 係中國出貨。咁另外呢 Tim Cook 都承認啦，預測6月以後嘅成本非常困難啊，關稅風險未完啊，尤其係半導體同電子零件風險仍在㗎。Apple 咧股價下跌咧，我諗未必係因為服務收入差，而係市場咧重新評估佢嘅穩定性，唔再咁容易預測，令投資者不安。亞馬遜方面呢，財報都算靚仔嘅，營收咧1556億，淨利潤咧係171億，廣告收入咧就升咗19%。AWS 收入略低嘅預期啦，未達到294億，而公司對第二季預測相對保守，令個市場咧有啲失望。CEO Andy Jassy 都開始講關稅啦，話亞馬遜賣最多係日用品啦，即係買餸啦，農產品受關稅影響細，可能係佢哋抗壓嘅一個優勢嘅。佢話平台超過200萬賣家，每個都有唔同嘅策略應對關稅，仲強調要保持低價策略，吸引消費者。整體嚟講呢，就關稅對亞馬遜有壓力，但係佢哋有彈性嘅。比起關稅呢，我反而覺得經濟下行係更大嘅風險呢，零售同埋廣告業務呢都會受拖累嘅。多謝你同我評下師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